မင်္ဂလာနံနက်ခင်းပါလာပါတယ်这个草口是也ယူနေ没掉。现在呢，年轻人们不会做了。以前我们家里面都摆着几个草墩，做这么冬暖夏凉嘛。做这么比市场上卖那种各式料凳子么比越软和好做多了。小时看我爸妈打草墩，一坐一整天。现在么各种去凳子啊款式太多了，但是老手辈的手艺不能丢。现在就成一个草墩了嘛，没这个来晒干，没晒干以后套一个套子了嘛。ယူနန်လို့ခေါ်တဲ့ဘဝမျိုးရှိပါတယ် Good morning 云南